今天这是最后一场了吧？我们大祝峰就只剩小凡了。 天师弟，瞧瞧你教的这个好徒弟，看来无论谁跟着张小凡比武，不在床上躺上个10天半个月，是很难再站起来的。比武，比的就是一个武。所谓刀剑无情啊！师兄啊，难不成还把人抓到戒律堂治罪不成？ 真诀。抓到你了！放开，看你还跑！放开！别跑！ 咕咕咕咕，咕咕咕咕咕咕。娘，我出去玩了。小凡，早点回来吃饭啊！我知道了。抓不着，站住！看我还抓不到你，抓到你了，还想跑？靖宇，靖宇，靖宇，师傅，是你，徒儿。近来这一段时间，你可好？在青云门有没有学习他们的法术？ 没有，我什么法术都学不会。好吧，哎，我给你的那个宝物，是否有妥善使用？你不是让我找一个没人的地方，把它扔了吗？不，不能扔。我告诉你，那个宝物以血为祭，你杀的人越多， 他的力量就会越大，他嗜血成性，只要你不停地杀人，他越来越强大，你的法力才能强大。等待有一天你法力强大了，我踏平青云就指日可待了。张小凡，
不要被他控制。